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曹欣。白沙屯妈祖进香昨是已经到北港朝天宫，也上重要的仪式挂火，是动员数百人念要33万的香灯卡的名。也几个仪式全部完成了后，妈祖是登轿回銮，按算5月11登去到朝天宫。朝天宫主持汇报法师主持仪式，各塔吉祥书文，祈求庇佑国泰平安、风调雨顺。明日白沙屯朝天宫妈祖到北港进香，上重要仪式就是挂火。官方统计，今年报名的香灯卡有将近33万人。几百人伫庙前探名字，一直到数文顶牌名单读完，一张一张放伫万年香火当中烧，场面庄严壮观。愿是坚强，康快大吉大利，风调雨顺哦。透早饭点，法师搭风调完成挂火仪式。白沙屯妈祖甲山边妈祖登轿了后，伫信众包围之下，三进三出，了后冲出庙。离开朝天宫了，回銮一道路向天卡追随，信众跪地拜甲长老道，等咧软轿卡求平安。有翁某三囡仔，规路拢无怕忝，也让对吉平君的脚步感受满满的人情味。每个信徒都蛮有人情味的，这样。其实行经的心得就是非常的累，非常的辛苦啊。不过大家目标都一致啊，就是跟着妈祖进香。疾管署探这传统大代志，提醒民众落实顺道清路，避免有带病蚊仔。一路要志工协助环境清洁，也有一群信众互相加油。香灯卡行到天色渐渐光，上拜路顶有8日，按算5月11会登去到朝天宫。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咱继续来关心罢免的消息。罢免人数是牵涉造假，台中地检署是落去侦办约谈19个人，也国民党台中市党部是有2个党工已经去互羁禁见。台中市长罗秀燕就讲话批评讲司法单位安尼介入罢免运动是伤过超过。参加民间美术馆动土典礼，台中市长罗秀燕归面笑容，也阁听到台中地检署侦办幽灵连锁案，找二指挥警调人员伫台中中华顶北所在敲锤，其中包括国民党台中市党部带走几名党工。罗秀燕批评发起罢免的团体个人也是政党无调查各自的权利，司法对罢免运动发起的一方加以调查审判羁押拢受过分。不管是政党，不管是公民团体，不管是个人哈，那使用这个司法哈，予以这个调查，那予以审判，予以这个拘押，我觉得都太过分了哈。检方侦办台中地检立委蔡其昌和刑存，南营立委颜宽恒、廖伟雄甲黄建和罢免案，撮回19人中有6个人甲别人有关系，幸好拢撤回。另外罢了有关13人，其中国民党台中市党部圣诞书记长甲第一组圣高总干事，涉犯刑法规则文书告自法宣判法定罪嫌，羁押禁见。另外6个人以10至20万高报候团，限制出来事件其他5人撤回。检察官讯后认定陈姓及吴姓被告2人涉犯刑法之伪造文书、个人资料保护法之非法利用个人资料、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之未经同意伪造假冒提议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灭证之余及羁押之必要性，预知当庭逮捕，并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罗秀燕表示，国家司法应该用于打砸这条，让人民生命财产得到保障。台中地检署强调，本案关系重大社会公益，会秉持客观中立立场，加审慎严格态度，尽速调查悲情案情。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英国的杂志《经济学人》上新的报道，经过讲，台湾的政府长时间功能失调，也热清着政府为着要反制中国的渗透，致使社会愈混乱也济，恐惊会去互中国来利用。也针对这则报道，行政院长杜永泰是表示讲，这调也是拢有责任，大家要共心，爱团结。台湾阁继续登上英国媒体《经济学人》方面。
图片暗示咱国当受到美中两大强权的压迫。内容提起，即马台海局势面临三大因素，更加警示川普可能放弃台湾。第一是川普的统治之下，若是保护主义贸易战伤害美国朋友，也互美国威胁力渐渐流失。第二，中国对台战略的上升计划加大无清楚地带战术，避免一击而清，都是希望削弱台湾主权。也毋过战略学者认为，这款的提醒虽然好，无够全面。经济学人长期以来就是属于比较支持民主党的这种杂志哈，那黑川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在这一篇报道当中，其实他没有去讨论到有关习近平他现在所面临到的中国内部的问题啊，比如说房地产泡沫化、经济下滑，以及到底解放军有没有能力可以发动战争来进行武统台湾。也毋过，文中也特别提起第三点，认为台湾内部政局长期功能失调，恐惊予中国利用。点出总统热强调，为着反制对华渗透、加大社会分裂。也毋过，行政院长邓英台认为，这时阵台湾加更加爱团结。政府的功能失能，是不是这样的字？我觉得我们都彼此都有责任。那你认为应该要怎么样去改善呢？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能够在面对国际贸易秩序重整当中，让国际看到台湾的朝野一致。根据路透社报道，总统热强调5月7日会伫台北宾馆接待大使甲政要，佮发表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演说。那是台湾头一摆正式纪念二战欧洲战场的胜利，传出也会就此号召台湾的朋友团结一致。有点去本末倒置了，我们那时候的敌人是同为轴心国的日本，国家元首却刻意的去绕过这些恶行啊！看到日本，我们就应该矮人家一截。立委就做好立委的本务，那尊重总统在重要的时刻他发言的权利。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位置，台湾要强，台湾要安全，整个印太地区才安全。也毋过，罗总统的单位是2点敏感，因为隔当天罗西亚总统普廷也会主持欧洲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亲自出席，凸显无共阵营的外交操作。对此，总统府也未针对相关报道做出回应。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观众朋友，今日报纸有啥物重点？咱做来看。头先咱来看自由时报，美国76间鞋仔品牌，包括 Nike、艾迪达，做伙写配合白宫，希望川普会当解除对顶关税，因为新关税塔咧会增加到150%，若无解除，数百间卖鞋仔的会来倒店。接落来看联合报，一个女法官开37万做人工的省息，想要减税，煞予国税局拒绝。本是因为做这项手术的诊所唔是财政部认定的，会计记录有完备的病院，佮要求这个女法官爱补税。官司拍6档，即马是败诉，也在野立委认为讲这是制度的陷阱，应该爱检讨。落尾是中国时报，老人福利法规定讲，老人坐大众运输要有半价优待。不过，今茂因为台湾高龄化，老人愈来愈多，客运业者优待成本是在咧变悬，咧营运是有愈吃力。交通部就建议卫福部爱评估补贴预算，是得到客运业者的支持。观众朋友，咱做伙来看一个国际消息。德国南部有一个城市5月初2的时，一台车是弄对人引起，这战事故是造成1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驾驶是随去互警察抓起来，也到底是安怎发生这个意外？经过调查，初步研判是讲这是意外哦。也伫咧美国的黄石公园这边嘛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5月初1，有游览车去弄到货车，也货车的司机是当场死亡。这游览车的有6个游客来无命。伫咧德国南部斯图加特市中心的奥尔加艾克区，这台冲浪的乌车卡伫咧电车站的菱形道顶头，现场真混乱。当地时间初2尾暗，这台车突然间向规定人的所在冲过去，造成真侪人受伤，其中一位46岁女性伤势严重，送医了不幸死亡。警方到现场了随逮捕驾驶。因为德国自2004年底以来经历过几落件汽车冲浪规定人的攻击事件，所以安全单位正重视这件意外。警方初步调查认为这件代志不是挑工的攻击事件。Bisher zum Sachverhalt wissen ist, dass ein Fahrer einer schwarzen Mercedes G-Klasse von der Olgastraße in die Hohenheimer Straße abgebogen ist und dort dann in den Fußgängerüberweg in mehrere Personen gefahren.
ist. 警方把这个驾驶带登去侦讯调查案情，这件车祸造成当地交通大乱。消防部门出动几多台救护车到三港救援，将受伤的人送病院。Die Feuerwehr Stuttgart behandelt hier gemeinsam mit dem Rettungsdienst der Stadt Stuttgart mehrere Verletzte. Aktuell sind darunter 3 Schwerverletzte. Die weiteren Verletztenzahlen sind aktuell noch dynamisch, sodass wir diese aktuell noch einnehmen. 另外，在美国爱达荷州黄石国家公园西区入口24公里的所在，最近发生游览车去围着货车的交通意外，现场的车导火，乌烟窜到天顶去哩。一台载着14位游客游览车撞到一台货车，货车驾驶当场死亡，游览车顶有6位游客不幸死亡。这件车祸和当地主要交通干道暂时封起来，警方也正在调查代志发生的原因。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来看澳洲伫咧5月初3举行大选，也因的选民大多数是关心讲厝价也有物价问题，也有因的新政府会安怎来应对气候的变迁，也有美国一个选举对顶关税这议题哦。也选前有民调显示讲，执政的工党支持度是领先。另外，澳洲因有实施强制投票这个制度，若无去投票，就会罚款代票400块，所以澳洲因的投票率普遍拢有超过9成。初三透早，澳洲各地的投票地点开始出现人潮。这间投票所位伫雪梨邦迪的海部，真侪选民受原罪就直接来投票。有选民希望新政府加关注气候变迁、甲美国关税问题。不过，多数人上烦恼的犹原是物价甲房价相关的民生经济议题。I think the main issue for me would be the cost of living crisis. Just trying to make sure that the day-to-day things kind of like still affordable. 澳洲现任总理艾班尼斯甲家人出现投票所，选前伊主张积极使用再生能源，解决房价危机甲减轻医疗体系负担。选前民调显示，艾班尼斯所属的执政工党支持度领先，伊有希望加做20多年来头一位连任成功的总理。选前因为俄罗美国总统川普造成支持率下降的反对派自由党甲国家党联名领袖达顿，政见包括减少移民、打击犯罪、搁取消学龄禁令，以呼吁选民会当做出改变。I'm confident that Australians have seen through a bad government, and I'm confident that Australians can't afford 3 more years of what they've experienced. 澳洲采取强制投票制，违者会罚出20澳币，大约代票400块的罚金，所以超过9成选民拢会出门投票。公司新闻张小坤编译。看转来到咱台湾，大雅集团前董事长沈路雄在生时哦，伊会着做甲人串通，用海外机票、用移民投资这的代志做理由，甲骗超过50亿。即马着做甲主标拢总3个人已经裁定羁押禁见。厝内底拢是车坏物件，有并画精品的皮包啊，也还有真侪台进口的车，全拢互扣起来，因为这物件全部拢是用共骗来之买。我们校友有很多非常有成就、非常杰出的校友。互骗去就是伊大雅集团的前董事长沈路雄，在死前拢无发觉，一直到过身了后，才有厝内底人发现讲互骗去，骗走超过50亿，所以讲报案提告，检方也伫进前发动搜查。外面两件4路的查某人，互北检约谈，8月早起案6月的伊，伫得到假释了后，对2019年起涉嫌交结沈路雄4地的特租，骗沈路雄讲用事先摕到真侪真俗的机票，上紧只需要3个月就会使来卖出去，用赚7成的这利润。甚至听到沈路雄讲要替后生查某囝办海外护照时，搁趁这个骗伊讲有特殊关系，用摕到英国、澳洲这国家特殊移民投资，搁甲赚一摊。罗律呢，在榨取金额之后呢，挤进奢华之能事，剧情呢宛如台版的《寄生上流》。主要之一4路的查某人真讨债，一直买精品，就连化妆台拢开真侪钱去订做，也互检方认定，提钱互亲戚朋友开过去餐厅，更加开真侪钱伫国外买厝。台湾的国际地位有一点点的模糊，比较友好关系的，可能美国或是日本有签一些双边协定，可能才可以透过公权力的方式，可以有办法扣到那些被告海外的不法所得。这摆扣起来物件虽然价值有上亿，却是不法所得的1点仔钱而已。被告伫国外所买的厝，是毋是法度成功解套回来？有律师分析，台湾甲当地国家彼此的互动关系，这是关键。记者综合报道。
好，咱的观众朋友，若有要去海边啊，耍水佚佗，就要注意啊。高雄西澳湾这个山坡，若像出现有毒的海体，海洋局的大公告讲，民众唔通挖进哦，因为这个有毒的海体，若是甲吸到，可能会来无命。也学者嘛讲话啊，讲最近全台湾的海域拢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有毒的海体，咱民众去海边啊，真正着爱惜利哦。假日来到西雅湾海水浴场，家长带囡仔唔敢落水耍，只当踮伫沙坡耍耍，因为风通知海域出现有毒的体啊。饭店人员就跟我们讲说，就看到有水母就赶快远离，因为不知道有没有毒啊。海水浴场一口有大公告，提醒民众避免划进海域。高雄西雅湾沙坡最近亲像出现有毒的生物体啊，有民众来回散步的时阵，遇到高只体啊，海洋局协报已经请保全加强巡视。所以我们想说来找看看，就是我们原本只要来这边看，原本在玩踏海这样子，然后后来想要有这样，我们就想要来看一下。有看到吗？没有。深茂水母又称葡萄牙战舰，过去在国内外都有出现。在台湾4到7月是繁殖期，被蛰到的剧痛不会输给蜜蜂，毒素可能深入淋巴结，一旦造成过敏反应，严重可能致命。生物体也有世界第3毒之称，去年5月捌伫高雄弥陀沙坡出现，擦伤查某囡仔。顶个月也出现伫北部海域，交通部观光署北关处特别伫网络发布警示。水里面的就千万不要用手去触摸它哦，因为它活着的时候，它的毒性是相当强的。在陆地上面，因为你不知道它已经搁浅多久，那如果是刚刚搁浅的那些个体，其实它的毒性对人的伤害也还有一定的程度。学者指出，农历春节过了后，因为洋流也是北路靠路的关系，全台海域拢可能出现生物体影。天气就算靠大伫靠路部也唔通去吸到，万不离无细离去吸到，就爱赶紧就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嘛有真侪学校的厝顶有安光电棒，普遍是交予厂商去做。不过呢，若是交予厂商去做，这个做净零零碳排的这个效益是无算予学校的。也花莲东华大学这边，因的老师甲学生就决定讲要家己来，对申请、对时间到位后是拢总包哦。也光电棒发出来电是供应予学校使用，打造一座专属学校的光明电墙。台湾有真侪学校厝顶拢有装光电，也毋过拢是甲厝顶租予厂商。虽然安尼是真方便真紧，也毋过学校要达成减碳目标时，确实无法度把这个效益算在内。早期因为比较没有想到这个部分，就想说我们就可以把屋顶一次租给业者，减碳效益就不能算在我们的身上这样。所以对于我们学校要追求2050净零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这样。对于有真侪光电系所的学校来讲，老师甲学生也因为欠缺实作的场所，而感觉真艰苦。2004年，东华大学光电系师生成立绿电学习合作社，因头一座光电厂就伫校内的原生合作社的厝顶。因对这个申请规划到时间甲后续的维持运作，全部拢是家己来。好，那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的绿电合作的成立，然后以及把同学带到实际的场域，然后由业师带着我们，好，然后大家一起动手去做，真正从没有到有，把它走完一次。这座光电厂是采自发自用，发出的电予原生社会合作社使用，未来也用申请绿电凭证。除了学校老师甲学生，附近想要装饰光电，确实唔知到底要安怎做的民众，也真做这绿电学习合作社的成员。想要做的人就会很害怕，说我们会不会用到不好的啊，或者遇到不好的厂，所以透过合作社，然后大家一种共好跟互助的方式，然后我们真的遇到一些困难啊或问题的时候，都可以很快的得到解决。虽然只是一个5.4 kW 真水案场，却是由大学师生家己发起建立的起步。合作社成员希望讲未来有愈来愈多厝顶来加入，予自发自用的小案场会用伫各地来建立起来，落实公民参与的权利。记者自综合报道。也台南这边固定古迹台湾火神荒庙自1669年到今已经有356年的历史啊！今嘛是结合府城、建城300档庙方式举办孙城祭，也当中有11间神荒庙参与，今嘛就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到老咧。
初三透早6点半，台湾富城王庙新桥起价，规个庙埕闹彩彩。这回当19档举办孙城节，今年富城建成300档，这摆活动以城隍做主题，队伍要行一连旧富城沿路线东南西北4大城门，全长12.7公里。按这个4个城镇吼，请市政府吼来委托这个各区的区长吼来伫东门城、南门城、西门城、甲北门城来坐镇吼。坐镇的时候来接驾。庙方这回邀请全台各地12间城隍庙来斗老节，各大庙宇嘛搬出侪机卡的顶头文物来庆赞，像全台首义县城隍庙，请出300档来，唔捌出来顺境的5地自然神拜会，也那北部为庙宇是头摆落南来顺境祝福。没有来这边绕境过，那这次他们是300周年嘛？对啊，那邀请我们台北，它是辖记、山川、洪武。旅行大型龙活动，我们就是说别人没有的，我们这一次特地要刚给请出来绕境。其实民国69年甲95年就捌办过，不离个庙方讲，这回是真正落去孙城门，毛城隍孙查四方必有众生的遗憾。另外，这把庙那中正45档前24岁也关好，伫路关道嘛拍破英国设计，甲文史甲地理资讯结合做伙。倒手边遮有单大东门这个所在开始。单遮路线一直行，这张地图路线和古早城门、城壁的关系，一摆拢伫这张地图内面会当看会出来。庙方讲，透过这摆无同的设计方式，要互大家了解城门的范围甲位置，把回顾建城的历史，进一步体会城隍信仰所代表的守城精神。记者李苏台南采访报道。观众朋友，咱若要学一种语言，咧学语言的时阵，词典啊，这工具就真重要。台语嘛同款哦。也都有一个少年家张凯威成立一个网站，号做台语水讲。咱若想要知影讲，这个词台语要安怎讲，只要伫这个网站，甲关键的字拍起入去，就会出现台语8点档啦、台语新闻啦，这影片，也影片会念互咱听，互咱轻松学台语。像是隔山观斗，然后按搜寻。好啊，恁爸就徛关山看马相谈。想要知影啥物词的台语安怎讲，只要甲要查的词拍起哩，就会跳出相关的影片出来。除了有台语8点档通参考，也有台语新闻讲互你听。成效辅导办传公布2025高中生上届教育的前100名科系排名。这个里边更好用的网站，就号做台语水讲。开发者是张凯威，大学的时对故乡高雄上北到台电机系读册，研究的专长是语音辨识和大型语言模型等等的 AI 技术。张凯威表示，因为有学校老师的鼓励，伊在今年博士毕业了后去做这个网站，希望让想要学台语的人，通用更较生活化的方式来学台语。乡土剧内底有一寡演员，可能欢喜，可能咧哭，伊安尼。较生活化，咱伫看这影片的时阵，咱就知影讲，我有这情绪，我有迄个语境的情况下，要安怎讲这个台语。其实，在外国嘛，含台语水讲相像的网站，都号做 Youglish， 通好要学英语、日语，还是华语等等的人看影片学母语才会讲法。张凯威讲，伊认为家己既然有这个技术甲专长，无到家己来做台语版。张凯威表示，因为讲到台语，就会互伊想到细汉时和阿嬷斗阵看8点档的回忆。不过阿嬷已经过身，所以伊希望透过台语水讲来纪念伊的阿嬷。迄是一个真幸福、真温暖的回忆啊！我就想讲，透过这个台语水讲，一方面是纪念我阿嬷，一方面是甲我心内中上温暖、上幸福的迄个回忆，透过这个台语水讲分享互大家安尼。张凯威表示，目前超吹的功能也毋是真理想，会阁继续调整。伊嘛希望未来台语通有亲像 ChatGPT 这款大型语言模型，互 AI 会当用自然的台语来对话、书写，也是进行创作。张凯威希望甲家己的专长贡献互台语甲台湾的科技发展。记者卢尚书、柯炳哲台北报道。观众朋友，今日礼拜刚有要出去行行咧，也今仔日东北风是有卡透哦。台湾北部、东部、恒春半岛，也个马祖会来落第一针的阵雨。也过到了后，各地嘛要注意西北风哦，尤其也是山区的雨会落较粗。也温度这方面，咱做来看今日各地天气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3度至30度。
中部这边23度至30度。南部则是23度至33度，感觉有较烧热。来到东部是23度至30度。外岛地区18度至28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曹欣，明仔载讲这个时间，咱再会。